是在地新闻，后来乡亲啊继续来看高雄主管的展宝路，伫个半暝啊，有一栋3楼的透天厝火烧厝，一家口4个人掉伫个火场，赶紧打电话喊救人。勤务指挥中心透过线顶指导的方式，指导因避难逃生。上尾也是爸爸带着2个囡仔爬过隔壁来逃生，妈妈是消防人员入去楼顶甲伊挨落来。 加在这回，这个爸爸妈妈拢有够冷静，有够伶俐，一家口4条命顺利死命逃生。半暝啊，徛假柜的帮因散步，警消赶紧出动，内底物件一直咧烧。另外一边有消防队员紧踩安全梯，因为现场传出有人掉伫内底。我是靠我厝下口倒去的，我做2个囝啊，无较严重。 这件火警意外就发生在高雄主管的展宝路，一栋3楼透天熊熊大火烧起来。妈妈看到了后，经打电话给消防单位，透过线顶指导方式教因安怎逃生。爸爸嘛带囡仔顺利为隔壁走出来，消防人员嘛紧准备去厝内把妈妈救出来。妈妈发现的，然后去叫她的儿子女儿起床。 然后全部人都跑到3楼，这样，你就预防性的把他送医去观察。一场大火把厝烧到规乌麻麻，当火烧起来时，这口10个人到底是安怎救家己的？请问是靠近前门还是后门？现在先用东西先将阳台的门缝用东西塞着，阻隔浓烟。爸爸妈妈拄着火灾，无向讲，冷静听消防队员的指示，这当带囡仔为火场顺利逃生。 嗨，我是庄宇杰。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